先感谢主。咱三个来祈祷，再来分享主的话。天来主愿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气，恩典满满，互阮通伫这个春天的日子，会当安静伫你面前领受主你的话。拜上帝，是你的话有气力，你的话有活命，所以当阮心接受的时，阮就要对主领受这款上大的福气。愿你的话成就阮的帮助甲气力。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日话，中华蒙调的地到底是咧讲什么？咱伫这个使徒圣经的咧坐念的时阵，咧背的时阵，咱有讲主耶稣伫本丢彼得岛任内受苦，对吧？讲顶十字架，安怎？死，过来咧，录音符，过来。过来 ，OK， 哇，咱念这个使徒圣经念了真顺，一句一句来甲刷落去。但是咱讲死录音符第三节对世人叫我上天，打坐伫上帝的大屏，安尼，这话一直刷落去，咱拢真熟。但是你有甲注意无？讲。上天，事实是40天后，耶稣上天。其中有一个40日，真有意思，当这40日对伫耶稣告我上天有甚物意思呢？哇，充满真深的意思，今早咱小等下要来复习，当伊安尼，咱来了解讲主告我的40日到底是做甚物？到底是安那要搁加这40日？咱知影圣经真侪数字真有特别的意思。你看耶稣伫旷野40日受试，以色列人伫旷野偌济啊？40天，这个40对以色列人真有特别的意义就对啦，但主告我的40天，为何伊要搁特别留伫地上呢？照这个圣经的研究者有甲咱做这方面的归纳，第一，伊是要证明伊是告我的主，是上帝的囝。告我上天，大家拢无看到啊！甲伊死待伫墓里，大概唔知的人意思共款，但是伊就是显现互这个门徒，显现互遐个伫耶路撒冷遐个正辈，特别是遐个学生看，是要证明讲。特别是多马在邀议耶稣是毋是有告我？耶稣讲来，你来摸我的身躯，这个拢是咧证明伊是告我的主，毋是伊喙头讲的那定。第二重要的是要来修补门徒所受的创伤啦，修补门徒所受的创伤。是安怎创伤呢？咱看见耶稣受钉死，门徒拢死线，伊所对遐个群众嘛拢。无所适从啦，迄就像咱安尼款一盘足好食的土豆，是讲款一盘足好食的物件，突然间毋倒冰盘落，哇，落落去涂骹，哇，你要捡，还是像一盘珍珠落落去地里，哇，还想要去定来迄是足头疼的代志。这学生对耶稣的死告但搁伫戆野无了解的情形的下面，所以必须爱。搁一遍来修补门徒所受的创伤，也搁一遍来甲门徒来讲论上帝国的事到底是咧讲什么？伊所讲的上帝国到伫伊受死，这个上帝国就是要安怎演变？这拢是耶稣伫40天中间所要紧要做的事啦。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伫记载讲。伊受害了后，用做凭据将家己活活显互这个使徒看，足侪凭据，包括互因摸伊的血液，看见伊的手痕。伊讲40日久，因显现，讲什么？讲上帝国的事。意思是，这个学生失败逃走，耶稣佫靠伊倒转来，然后佫甲因讲上帝国的代志。比伊当时用口头讲，佫较
实际，搁较清楚。啊，他最后一项上重要就是交接宣告救赎的任务，甲即个传福音救百姓的任务，搁一遍来交代。所以救赎的约的救赎计划是到主过来才会当完成。啊，那主要上天啊，啊要过来这段时间，事实若是照时间来算，咱现在还要搁咧听候主过来，敢毋是？啊，那安尼耶稣上天，毋是安尼就无代志啊！耶稣要上天之前，重要的任务就是门徒爱知影耶稣救赎的计划。啊，直到40天了后，耶稣要上天，耶稣要结束伊伫地面上的事工，来接手这个救赎的任务，就是圣神的来临。啊，所以到后来，咱知影《使徒行传》有记载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啊，咱伫5月，5月19，咱要纪念圣神降临节，大概就是照这节期安尼行。啊，耶稣伫上天进前，甲这代志拢传好，交代好势。使徒行传1章40到50安尼讲。当因做伙的时阵，伊就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恁所讲的，爱听候我的爸所应允的。约翰用水惊洗礼，恁要几工后受圣神的洗礼。耶稣家伫40天显明上帝国的这所有上重要的教示，互门徒知，而且佫较要紧的是，叫因都爱听候圣神，因为耶稣世间的任务完成啊。伊告我，伊上天啊，圣神的工作就临到。啊，咱兄弟姊妹，咱拢知影，耶稣告我了，就一人显现吼，特别是遐个妇女嘛，拢有看到。但其中上代表性的人，我想咱拢知影，就今仔日咱读的圣经，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彼得，就是彼得。啊，咱拄则看见两段圣经节吼，头一段是马可福音第1章，就是记载。彼得伫加利利的湖边受钓，对吧？彼得伫遐掠鱼，耶稣甲因呼钓，呼钓什么？讲来底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因随时就甲网放咧去对耶稣。这是彼得当初时受钓的地，但是这个时阵。咱今日读的经节的第2段的经文，伊是伫受钓的地，耶稣搁一遍甲伊叫倒转来，伊接受医治，领受重大福音的使命。所以耶稣的安排是足奇妙的吼。伫即个彼得上熟的所在，呼召伊的所在，搁一遍宣告伊要受医治，重新搁交代伊重大的使命。所以当咱来安排，也是讲来整理彼得经历的门徒生命，是真趣味，也是讲真高潮迭起就对啦吼。因为咱称作是耶稣的头叫师啊，耶稣的头一个门徒，伊的门徒的生命，毋是白白塌塌，毋是平平顺顺，吼，是安尼起起落落，非常非常的精彩就对啦吼。拄则咱讲彼得伊伫加利利湖边来受钓，马可1章16到18记载，彼得当时用单纯的心接受主耶稣的呼召，对伊，一个掠鱼人，掠鱼好好，但是耶稣讲来对我，伊就真正对，就是一个单纯的心，也无问讲我对你是要创啥，我对你会当做啥货，拢无。台语的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对加利利湖边经过时，看到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湖里底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耶稣对因讲：“来对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因随时就甲网放咧去对耶稣。”耶稣对因讲：“恁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然后伊讲随时哦，表示拢无任何的
忧虑就对啦，吼，还是讲搁转去厝交代，甚至甲网放咧。你知影即个网放的意思是讲，我本来上重要的器具，我生活的器具，我就甲藏咧啊。像你咧开计程车，讲来对我，爱只车就我偏伫路边。你感觉是讲，即款人敢会伤过懵懂，伤过凊彩啊？啊，这是彼得的个性。吼，咱看见伊对耶稣的个性，大概拢安尼。但是咱也甲回顾，彼得对耶稣3年的旅程，起起落落，会当用几个部分来甲伊做一个分析吼。这3年起起落落，第一，伊是对血气的疼变做真胆怯的好人啦。意思讲，伊本来是安尼，哇，讲爱恨情仇足明显的，但是后来煞变做，哇，迄个胆无去啊。原来上假话迄个却来好人啊，好人什么？就是毋认耶稣嘛。所以咱也是甲想吼，想讲，突然间上敢表达的吼，安尼个性足明显的，拢是讲伫人的头前，做代志拢冲头前的人。突然间，耶稣咧受审判的时阵，人家讲，你改成甲耶稣做伙啊？伊讲无，我毋是。咱就是讲魔鬼咧甲搅扰啦，吼。若无就是吼，伊毋知有甚物心思啦。所以有圣经学者就咧研究讲吼，可能有伊的心路历程，因为伊对耶稣这段吼太侪心情的故事。第一就是吼，伊主动耶稣受苦，是出于好意啊，但这是一种肉体的冲动。毋过耶稣甲责备讲撒旦提去，这是一个伤害，头一个伤害。人家讲心思若无讲出来吼，啥人知啦？无人知。哇，迄心思实在是讲袂出来安尼。耶稣讲撒旦提去我后面，哇！你若是一个咧关心别人，爱突然间甲你回答讲吼，莫吵我啦，免你关心啦，你会艰苦袂？实则佫敢骂撒旦，撒旦提起吼是伫迄个时代因咧讲话中间一种的心灵的描述啦吼，就是讲你讲的这话，这做的代志吼，毋是出自上帝的意思。经在安尼记载，讲对迄碟起，耶稣则指示伊学生知，伊就去耶路撒冷，对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师受到侪侪苦楚，佮受害死第3日过活。耶稣讲遮了后吼，彼得牵伊责备伊讲：主啊，千万毋通，即个决断无要到伫你。你煞毋是讲我咧讲我即个要来的遭遇吼，有人甲我关心嘛，毋知偌好诶。讲多谢谢谢互你遐关心安尼。别人拢毋知影你遐尼关心，但是耶稣的反应是，说是完全对反啦吼。耶稣活当心甲彼得讲：撒旦踢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家，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咱若甲想讲我是彼得，我嘛毋是讲刁工的，我都感觉耶稣安尼讲吼，我足毋甘啊！做学生的，随时都安尼热情活来啊！毋过耶稣甲责备，你想一个人的心会受伤袂？若毋是上帝的保守，一定受伤。第二，一件一件吼，伊甘愿讲要甲耶稣共死呢，毋过却互耶稣甲泼冷水。已经讲命拢要甲你赔落去啊！毋过耶稣讲哦，你要毋认我咧，哇，迄实在是真闹气啊！是讲真艰苦安尼啦吼。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14章17到31节讲，耶稣甲因讲：恁拢会放杀我，因为圣经有记载，我要拍木者，羊就四散。不过我以后会比恁较大声去加利利，必定佫出声吼，必须甲耶稣讲。那众人拢放杀你啦，我一定袂啊！即句话嘛是足有气魄的，敢毋是？别人会哦，独独就是我袂。
你看，啊嘛是足有，人讲足有个性的吼。人讲咱台湾人讲叫嚣足好的，但是你甲想，耶稣敢来甲应？耶稣甲彼得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就是今暝，过天2遍以前，你会3遍毋认我。迄阵彼得还阁无要承认，坚持讲，若一定甲你做伙死，我嘛绝对即个袂毋认你就对啦。现到死我都袂毋认你，所以你会感觉讲，迄落差大甲180度的意思啦。讲其他人嘛安尼画咧，画讲有影就对。但是足侪画家吼，拢画着彼得毋认主的迄个图吼，彼得3届毋认主，因为伫迄个这时头的迄个电影内底吼，人看到彼得就咧问伊啊，就咧认伊啊。彼得讲毋是，我毋是3摆，直到假期啦。过来是，阁有一件，伊要保护耶稣，安尼尽力。所以虽然伊有迄款的行为，但是吼，伊嘛想继续用伊的方法要听耶稣呢。你讲伊无听，人伊就安尼即个办法啊。伊要保护耶稣，毋管啊。咱即是讲打耳光较无关系，咱即讲打脸，足侪人咧讲打脸就对啦。耶稣打脸伊。马太福音有记载一段耶稣要受掠的故事，讲忽然有一个甲耶稣斗阵的人，彼得伸手背倒对大祭司的仆人甲扑落去，安尼，夹倒扑落去，甲伊一边的耳仔削起来。耶稣竟然无甲伊讲多谢，你甲我救吼，毋是啦。耶稣就甲伊讲刀收起来，因为举刀的拢会死伫刀下。耶稣讲你想讲我袂当恳求我的爸随时找12营，搁较假的天使来，也毋是安尼。意思讲若要做即款代志上帝12营的兵是普通哪定啦，坐到互你会惊就对，毋免讲你出手做即个代志。所以咱回顾讲，哇，必定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安尼热心煞无得到好报迄种意思啦。历代画家嘛画足侪即款彼得，伫迄个写即个仆人的耳仔的图拢写了画了真水画了真好势即个图你看，即拢是爱故事啦拢是故事。兄弟姊妹，即3项就是彼得毋认主，当然这是用咱的角度咧想，一个要表达伊听耶稣，要支持耶稣，要烧经到底的人，耶稣拢是讲负面的话。好像是老师咱互老师甲咱骂念咱会感觉心足顶的，对毋对？心感觉讲哇，耶稣敢毋是主，敢毋是毋听我？老师敢是对我无欣赏呢？毋知你捌回忆无啊？听讲足侪人伫你青少年学生的时代你足无爱读即科啊，你足无爱读即科，无爱读数学，无爱读英文，无爱读历史。有时是迄个老师对你甲你骂，甲你笑，你会感觉讲，我都毋甲你读啦，无要安怎？必定大概就即款心情啊。当然，这是用咱的角度看圣经看到会使讲必定有一款毋认主的款的表达可能对伊心底一种心灵的表现。但是，请会记哩，必定想起这经节讲必定是咧，必定想起主的话啦，想到啊，伊毋是一个安尼硬拄硬的人，伊后来伊人讲是拿得起放得下嘛，是讲性情中人。伊想起主的话，伊就见笑，家己感觉见笑，后悔家己的行为。路加这段经节安尼记载记载安尼讲，迄时主回头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伊讲的话。今仔日假期以前，你会3遍毋认我。讲伊出去什么大声啼哭，伊知影讲，哎，我到底干嘛？我为什么这样？明明我都听耶稣，竟然做这款代志。其实这款代志，按就伫咱的家庭内底，咱所亲爱的人中间，定定在发生。
明明都疼，啊，就讲遐负面的话。啊，老爸疼囝，啊，就讲啊，你免转来啊，安尼。这是咱生活的日常哦。啊，彼得受到这款的苦，耶稣是看伫心内，因为回头看伊嘛。遐尼即位，当这风波纷纷过啊，啊，耶稣也互定去啊，代志佫重回原点，对无？啊，所以彼得讲安尼到底要创啥？耶稣教我到底要对对开始啊？到底要对对开始啊？啊，归去啊，倒来掠鱼啊，无要安怎？今日他的经历，就是彼得佫倒转去伊原册，伊上界识的所在。时间事件了后，彼得感觉无立场啦，咱要哪？我都好认耶稣，我是要哪佫讲耶稣咧？所以只好等于伊的旧业就是掠鱼。约翰福音21章的1到14节吼。啊，咱今日有读15节以后，咱小可来回顾讲，这段经文是咧记载彼得安怎佫转去家己熟悉的所在。后来耶稣佫伫提比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伊讲显现的经过是安尼，表示讲耶稣伫伊过活了后，伫提比利亚海。咱知影讲提比利亚湖、提比利亚海，足侪兄弟若读圣经，请会记你讲加利利、吉尼撒勒湖、提比利亚海，还是提比利亚湖，拢是同一个湖啦。啊，伊无共时阵，啊，就人家号名称吼，互人号名称，就亲像咱台湾足侪地名吼。啊，清朝时代号即个名，啊，日本人来，啊，就甲你号，甲打到号做高雄，对毋对？吼，啊，甲打了号做啥物啊？对，嘉义啊，无就民雄安尼，意思讲，逐个时代拢有伊的名称啦。啊，事实即个提比利亚湖，还是提比利亚海，就是后来迄个希律在统治即个加利利的附近吼，啊有起一个城，啊为着要表功啦吼，讲咱皇帝太子吼是叫做提比利亚，啊咱就甲号，即个城叫做提比利亚，吼咱嘛定来用即种模式来号一个城一条路，对毋对？啊所以即个湖的名称有几来个吼，啊咱拢知影是共款是加利利就对了，加利利湖，甲拄仔咱读的经节共款。啊他第20节讲有彼得拢总有7个门徒。7个学生佫转去掠鱼啦，吼。然后彼得甲因讲，我要掠鱼，啊，因讲我要对你安尼，吼。第4节，天曝光，掠鱼掠到半暝是咧掠。咱知影掠鱼人吼，伊无咧警示的啦，毋是讲无警示，伊是甲咱平常时的做事无共款的。因为知影什么阵有鱼，暗时可能掠鱼较济。啊，讲天曝光表示讲日头当出来时，耶稣徛伫岸顶，毋过门徒认袂出伊啦。耶稣就甲因讲，少年的你有鱼无？因讲无啦。伊甲因讲，甲网抛落去，船的正边就会掠着。你有想到讲，这个话改成足色对毋对？吼，耶稣伫咧呼召这门徒的时嘛，有讲吼，恁船开去较深的所在拍网。耶稣好像做这代志，要唤起这门徒吼，当初时，伊甲伊互动，伊受呼召，迄个故事啦。啊，因真正有听话讲，因就拍落去，因为拍到真侪鱼就煞拖袂起来，甲咱伊呼召3年前的故事要差不多。讲这个门徒吼，甲彼得讲迄个主耶稣听的门徒甲彼得讲是主，哇，认出来啊！因为头前一项的故事拢咧讲出，啊，对3年前的场景搁重演啊！啊，咱看伊彼得吼。迄人真啊个性足冲动啦！啊，本来吼无穿外衫都惯死啊，看到耶稣说，感觉讲较阵无穿衫，赶紧跳落去水内安尼。你有想到无？人若感觉家己无事事的时阵，你就会要隐藏起来。就亲像阿当甲夏娃吼，一个犯罪了，看到上帝煞无自然啊，赶紧用迄叶啊、树叶啊来甲伊身躯掩起来共款啦。伊讲其他的门徒因为离开地。陆地无远100公尺，就告因的细只船来，甲规个网的鱼人拖起来。咱看去第9节吼，
耶稣真够破败哦！因一个上花，看遐有火炭火，顶面阁有鱼，阁有饼，看起来这是一个真自然的安排。但是咱会感觉着讲，耶稣好像有特别的意思。有鱼代表有食物，有饼代表有食物，有火代表烧炉。啊，要互这学生知影，主吼是有备而来，伫这个岸边咧听候因呐。耶稣甲因讲，拄则掠着的鱼，拢掠几尾来。西门彼得就爬去咧船顶，拖网起来去岸顶，佫拢是大尾鱼，拢总153尾。而且圣经吼记甲足详细，连153尾拢记载。你是讲门徒拖鱼起来，敢会佫特别算吗？所以这个数字拢有特别的意思啦。拢有咧计算，遮要表达耶稣对这门徒定心的呼召的意思。会讲梦阁无破去，表示伫主的保护的下面，遮个拢要修成。耶稣就甲因讲：来食早顿。门徒无人敢问伊：你是甚物人？因为伊知是主。然后耶稣行活来摕饼分互因，鱼嘛照安尼分互因。耶稣对世人中高压，以后对门徒显，这是第3摆。这段是咱今日读的经节的头前段，等于头前的故事啦。来到耶稣甲彼得面对面啦。当咱家庭的亲人若彼此有纠纷吼，也是咱囝儿对老爸无礼，也是囡仔对爸母有甚物款误会阵哦，迄面对面是足尴尬的，你敢知影？但是你若无处理，这个代志永远伫咧到死。所以咱伫家庭的中间有拄着甚款的误会，你毋通是讲家己的人啦，莫插伊啊，毋是咧。应该回失的就回失的，应该归回就归回，用听来表达迄个意志。彼得就是接受耶稣的意志啦，彼得接受耶稣的意志。那意志咱小可看一下。彼得心灵受伤了，伊的反应，原来伊的反应拄则咱有小可讲到。彼得无法度体会耶稣的疼，反正3摆受到伤害，就是讲甲动彼得甲耶稣动嘛，彼得甲耶稣讲我一定甲你做伙拼命嘛，毋过耶稣拢甲伊反对吼，所以伊有伤害。第二，彼得心理受伤了后，伊归去啊。若要讲3摆毋认主吼，用人的角度是讲伊气着啊，爱互掠去吼。我爱你拢无要用我插伊啊，迄种意思啦。即款上伤的面，耶稣要佫甲即个安尼上看重的门徒，佫掠转来呢，佫甲带转来呢。耶稣就是互伊转去到当初受调的所在，当初受调的所在，袂，请来。请来个一下，下一页。对，伊转到家己离海边，彼得受调的地，耶稣3摆表达对伊的接纳，拢3摆哦，第一，伊用关爱怜悯的眼神看彼得，甲因讲恁有掠着鱼无？第二是关心伊现实的生活。一暝伫海边掠鱼，当然是寒个冷嘛、枵嘛。耶稣伫下边已经点火好火炭好有饼阁有鱼。最后是耶稣用温暖的表现讲来做伙食饭，做伙食早起。我拄仔咧讲起，就讲咱家庭常常嘛有即款无法度人有聊的冲突啦。有时是妈妈煮一顿好食的，大家倒来坐落食的。话讲的就好毋通积伫心内。所以咱讲家庭会伤害人，你敢知？家庭会伤害人，什么意思？就是有疼才会伤害嘛。无我甲你无关系我甲插着你。所以咱就会晓修补，像耶稣即款足细致、足烧脑、足幼路的修补，来修补这位彼得。所以用关爱的眼神，用关心生活，用共进早餐来表达。所以咱看见
耶稣甲彼得3摆内在医治啊。彼得回应主的听，定心军队主。伊受到上大的呼召，就是讲来饲我的羊啊。一位唔认主的人，若按一般人的个性，也是讲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老师，一个教授，讲这个学生袂用的啊，大概吼，就拒绝往来啊，敢毋是？但是主耶稣讲，你有听我无？搁一遍甲肯定，嘛是搁问3届。然后讲，你也饲我的羊啊。咱这经节咱拄则有读过吼，简单复习讲，因食早顿了后，耶稣问彼得：西门的囝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养过食的无？伊应讲：主啊，有啦，你知影我有听你。耶稣第一遍甲伊讲：饲我的羊仔囝。第2遍，耶稣搁问伊讲：你有听我无？伊讲：你知我要听你，搁来饲我的囝，饲我的羊仔囝。第3遍，搁问伊：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吼。必定因为第3摆问伊吼，讲你有听，伊就真伤心。当你伤心啥货？想着讲我3摆唔认主啊，耶稣搁3摆甲你问转来。一摆唔晓认，我搁问你一届；一摆好认，搁来你问一届。所以最后伊甲耶稣因讲：主啊，你逐项拢知啦，吼，你知影我有听你。你即句话，若无熟悉人看无对毋对？你的囝，你的查某囝，甲你有甚物款的互动？伊若甲你应即句，你就知讲哦，有啦，即个查某囝，即个囝是真听我。你袂阁应讲敢有影？袂啦。一切尽在不言中。耶稣来，安尼饲我的羊啊，就是表示搁一遍甲伊医治，搁一遍甲伊肯定。最后耶稣有做即款的即个有言哦。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你少年的时阵，家己下腰大去爱去的所在；毋过年老的时，你会伸手互人绑，甲你拖到你所无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安怎死来荣耀上帝。讲煞，耶稣甲伊讲来对我。第2项是耶稣叫伊都爱背去十字架，吼。这是马可福音8章340的经节，这是较早耶稣对学生所讲的。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甲因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这是耶稣对学生的呼召。莫怪耶稣操练彼得安尼一摆搁一摆，起起落落，成功搁失败，成功搁失败，然后甲伊讲：你有听我无？是呢，伊要做的代志，毋是普通的事，伊都爱拿十字架来对主。像即位。咱拢定听到一个故事，彼得的故事，安怎死的故事啦，吼。伫迄个初代的即个教会历史内底有一个叫做俄利根，即个出名的教父，伊有对伊所写的物件宣讲出来，讲彼得顺道的时阵，互人倒挂、倒吊啦，倒吊伫十字架顶，因为伊感觉伊不配甲耶稣同款的方式正定。是倒定的，这个故事到今仔日，犹原继续有人安尼认定吼。这是俄利根经过200-300年对伊讲出来，到底事实无咱毋知，但这故事真做对天主教真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故事啦吼。这故事咱就无详细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对大迫害的时阵，彼得伊遐学生讲你赶紧走，无吼尼禄这个王吼。要掠人，要杀人，真危险。本来伊无爱走，但是到尾不得已听因的门徒的建议，就是要离开啦。但是当伊要离开的时阵吼，伫路里看到一个人罗马咧行，伊就看到主耶稣，耶稣甲因讲：我要搁去罗马，互人钉十字架。哇！这彼得看到吼，哇，心足艰苦。我要倒走，耶稣讲我要搁入来罗马，所以伊就决心无爱搁倒走啊。后来互人掠吼，后来伊感觉讲我袂堪你甲耶稣搁共款定正定，我要倒定。迄就是即个尼禄即个罗马皇帝54年的时阵，这是彼得的画像啦吼，彼得画像即个是有迄倒定十字架在画家出名画家所画图吼，拢是讲到伊倒定十字架安尼。的故事吼，像是为甚至天主教流行一种叫做
彼得的十字啊，圣彼得的十字，就是哦，迄十字架是倒扁的吼，倒扁的。伫迄个信义会嘛有一间教堂吼，礼拜堂主要看迄个尖尖的所在，迄十字架甲咱平常时吊的十字架无共款，是倒扁的吼。嘿，即位最后牧师要甲咱三个勉励，这是彼得的故事，但是咱逐人吼，咱逐人拢有咱家己受呼召的地呢。你是毋是有一天搁倒转去原来的所在？你安怎应答主对你的呼召？你当初时有机会认捌福音来信主，你当初是互人甲你互教会呼召，也是主呼召你来做主的工，无论是教会的任职也好，传福音的工课也好，你有搁定心肯定耶稣咧问讲，你有听我无？即款的故事。最后我要讲，有两张安尼，甲我敢有足够，甲我足有关系的一张周报啊！吼，咱看无啥内容，但遐内底记载一个日期是1975，对我49年前2月16。你有即部啥对我有特别的意思呢？因为即年吼，即个时阵拄啊是过正的时刻。阮迄个时阵一个七美的传道啊，姓余啊，伊带阮10几个青年讲，行，我带恁来去台北。你对平湖抄到台北，你看看。因为即个传道是对台北来的，带阮去甲台北一间教会叫做信爱教会，甲伊的青年做伙开一个灵修会。你知影，庄脚囡仔去到台北吼，感觉逐项拢足好奇啦。但是伫即边的灵修会，咱知灵修拢有一个献心会嘛。我深深感觉到上帝呼召我，讲你爱为主做工。所以即个周报内底有写讲，阮有10几个学生，七美来学生，甲因做伙开会。即个周报互我有种的感动。到今仔日，阁会记得当时的场景。我要讲这个意思讲，毋是我的感动就偌价值，是你有无？你有当时主呼召你的感动无？阁另外一张吼，就是即个过当年吼，我决定要来读新人院吼，开始的时阵，伫盐埕教会有一个培灵会，1976年吼。10月初9，就是当时的唐崇荣牧师伫遐做培灵会，参加的时阵嘛是受呼召讲，来要服侍上帝，要专职侍奉的人出来。我有感觉到，迄个时阵家己都完全清楚，因为上帝爱我，行这条专职服侍的路。用这个甲咱三甲勉励学习，就是兄弟姊妹，咱拢会转去家己。迄个受呼召的位，彼得受呼召的位，伊阁重新恢复起来。所以后来彼得成做天主教的第一任的教皇，感谢主！我望兄弟姊妹你我大家会当伫受呼召的所在，转去讲重返初心呐，元起初的疼，逐个人拢有。你会行坐伫遮，毋是偶然的，因为上帝捌伫什么时刻呼召你。真侪伊的学生，真侪伊找见你的事工的开始，愿咱拢得到这款属灵的激励甲开力。下面，咱要招呼咱的兄弟，凭着这款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咱要做异地的祈祷。拄则咱的这个慈宝老师在讲起头前的祈祷会是讲到一项，我感觉有一个感动。伊讲，咱逐人身体欠安。其中一个上重要的原因，也是讲一个影响，就是你的心会足艰苦、烦恼、忧闷，对毋对？所以咱的肉体病痛，迄是事实，胃啦、目睭啦、头壳啦，这是痛，这是一回事。但是心灵的医治真重要，所以你要坚固你的心。咱今日招咱到伫头前，目的就是安尼。这个医治的过程，上帝无共款，医生啦、药啊啦，但是你的心受医治甲坚固。所以咱要勇敢到主面前，三甲来领受上帝来新约基督医治。所以咱在唱歌的时阵，咱听敬拜团带咱做伙唱这条使我自由的唱的时阵，
咱就慢慢请咱的兄弟你有受。